拜。那我们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形式，但是呢，它不是用一般我们所一般的礼拜，而是用音乐来赞美神。所以在礼拜开始之前呢，也提醒大家，我们一样预备心来敬拜上帝，同时也将你的手机来关震动、关静音，同时也为了在礼拜当中让这个礼拜能够来顺利来举行，所以请大家真的要学习来安静。来欣赏，来用音乐来敬拜神。那我们在入口地方有发这个程序单，我们在礼拜当中，请大家就是来看着程序单或是投影片的荧幕上面的歌的词曲的介绍。好，那或许有的人可能你在音乐素养上面有很多经验，有人可能在音乐的这个素养上面比较第一次或是比较少，但是也邀请你能够用欣赏的心来欣赏这些的诗歌，都是为了献给神，来赞美神。那同时我们在每一个曲子当中，我们是不拍手。或许我们去国家音乐厅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的表演都会拍手，但是我们这不是表演，的是礼拜。所以我们你有感动的话，你在心里面可以线上祷告，但是请不需要拍手。那我们也提醒大家，就是大家能够保持这个专注。如果你不小心睡着了呢，不要睡在旁边人的身上，不要打呼太大声，因为音乐有医治的功能。所以我相信，当你听到这些美妙的音乐，被神医治的时候呢，就让神医治，但是不要影响到别人。我们的礼拜即将要开始，所以我们的预备心、安静心，找到好的位置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参与，来享受今天晚上的音乐礼拜。上。开始之前，我们要来做开始的祷告，邀请各位一起来做开始的祷告。慈悲我们的父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在今天晚上聚集在这边，是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。耶稣基督来，为了拯救世上的人，脱离各样的罪恶，使我们能够从各样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，并赐给我们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要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神，用各样的诗歌、颂词来赞美神，用各样的丝弦的乐器、鼓的乐器来赞美神。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。主，你也看见每位在台上服侍者他们的付出，他们的辛劳。愿主你加添他们能力，加添他们你的智慧与勇气。主啊，让他们能够为主降生的圣诞节做美好的服侍。主也愿你的灵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。那么在今天晚上，有主你在我们当中，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在我们的身上，洗净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肉体的软弱，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遇见神，让我们在礼拜当中能够与神交通，心灵与神契合。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。线上的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报好消息，还和平；报福气的好消息，还救恩的。对锡安讲，你的上帝做王啦！这人的脚上山顶到遮水。听啊，你守人的人的声，因出大声，三角唱歌。因为耶和华倒来锡安的时，因要转头对面看去。
我的心尊敬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，因为伊看过鲁比的美眉，对答以后，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，因为迄个有关联的，为着我最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，敬畏伊的人，伊人民因到代代。 伊要用伊的手出气力，心智骄傲的人，伊有赶线因；有关联的人，伊律因的位；卑微的人，伊声音最悬；枵的人，伊用好面，互因食到饱；富有的人，伊互因空空倒去。伊辅助伊的路步以色列来纪念人民。 照伊对咱的主所讲的话来施落福，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。
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想死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第一排，和平的人君。
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因伫遐时先生的祈祷，就生头一仔囝，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座里，因为气管无所在，行病原因。迄地方有故意的住伫山里，米是酒见故意的幽魂，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眼光为雷照因，故意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日伫大别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
地方有固样的住伫山里，眠是酒见固样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为雷照因，固样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庇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当希律王的时，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伯利恒。有几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倒落，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，才来要拜伊。因看见迄个星，欢喜到袂固定，入厝。 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拍落拜婴仔，开因的宝盒，献礼物互伊，就是黄金、珠香、物药。
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。耶和华互咱正人的罪，拢归伫伊身上。
Thank
领喇叭的上帝，你是大权的上帝，你对伫阮之所在大声呼罗你，那阮今仔日非常欢喜，因为阮将助你赏赐伫每一个无同款的人身上的这个文书，因为对音乐，不管是管风琴，还是这个管这个弦乐，还是阮的手钟、阮的长笛、阮的木笛，以及阮用歌声，伫这所在，阮将一切娱乐归荣光伫主，因为主你是带着阮娱乐的，也主因为你将你的独生囝赏赐互阮世间人，为着阮世间人的罪诞生，然后阮甲主的当不和。 阮伫遮用音乐来献上阮的感谢。那愿天的上帝所赏赐真正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疼痛甲怜悯，圣神的爱甲帮赞，常常咱众人伫咧，一直到永世代无尽。真济，咱大家敢若就安尼拍掉咧，吼，拢唔敢拍鼓啊，对无？来，咱开始来拍鼓啊！ 105分吼，咱这个45分钟久吼，你中间咱享受到一个真好，因为这个音乐，你中间咱有几下单位咱来大家，包括咱老师嘛，因为我袂使用麦克风，袂使用单边的。好，伫这所来，咱要大家说一下吼，咱为着这几个演出的这个单位，咱来说一下。头一个咱看见今仔日整个。 来，这个音乐的这个都是靠电管风琴，咱连在算在一起。管风琴咱，恁在在这所在，咱在这所在听起来，恁拍鼓来。每年呢，受到足大压力，为着安尼这段时间来练习啊。 这背后有这压力就来，为老师来，所以咱老师在这个压力下，感谢陈老师，因为这只管风琴已经几啊年啊，咱无好好使用安尼吼。对旧年开始，咱请陈老师来甲咱教，所以今仔日今仔这拢是第一杯的啦吼。 今年是第2年，第2年中间阮有分初级，甲这个进阶。今仔日现在应该是讲进阶吼，就是保持有训练的，反正拢有吼。然后每年的时阵呢，阮有去安排就是讲这个新的信息开始啊，教会开始咧使用啦吼。啊，要请陈老师吼，做得安尼话，不是我咧大说话，所以咯。 因咱来每礼拜哦，大家拜时间来这所在地，每礼拜头开始来上，就开始一礼拜中间，伊拢爱找时间来练哦，所以足辛苦我知影吼，咱一摆甲说落来。啊，第二咱看大家说这弦乐吼，因咱无管啦，所以叫咱弦乐嘛，咱弦乐这。 咱用听叫咱这个弦乐手吼，咱甲拍鼓甲伊说一下来。这位老师啊，是思雅老师啊。咱这过来是这个长笛来，长笛要听起来。 过来，这个直笛，直笛咧，拢现在拢讲，我讲贵妇组，贵妇组好嘞。加光，只要甲你唱新鲜，较好听啊。
嘉宾请起来。陈思宇甲这个静豪，陈思宇静豪比赛，咱最后一个先感谢，咱先感谢咱崇拜师啦，崇拜我这边伊用咱甲咱遮个乐团吼，不管是弦乐也好，因为听讲有这个管弦乐哈，连管的嘛要出来，毋知我无咱毋知吼，但是甲遮整合起来吼，咱来多谢咱崇拜部的部长，谢谢。最后一个参与中咱有咱大家无？如果你若遇到唱歌的吼，咱就是吼来泡泡就开始。这是咱的这个进入咱到圣诞的节期内底一个活动。咱这节期开始已经到到后礼拜开始24暗的时阵，阮伫礼拜所在是伫中会，咱教会是其中一部分尔，拢总6间教会作为伫个所在表演。然后伫咱这所在24暗。咱遮嘛有一个演，毋是演出嘛，咱布置一个平安夜这种气氛伫这所在，咱遮放音乐、放圣经的这个维护的，然后咱创造气氛。然后感觉这个平安夜是要来追求平安，要伫这所在来想一寡内容，请你来这所在。按时9点到10点半时阵，伫这所在吼。以及原版嘛，原版是7点到9点，然后拜六的是伫这个所在哦，这舞台搭的就是就是阮已经几个这个团队伊拢准备节目伫这所在哦，拜六暗7点半，就咱是7点嘛，7点开始哦，咱7点开始哦，伫这个所在有哦，欢迎恁来。礼拜日，阮伫这个妇女馆所在，然后因为礼拜是9点半开始哦。然后了主餐吼，这是阮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活动。到底类型是跨年的祷告会，是12月31号，即所在10点所在底下要来这个跨年的这个礼拜吼。希望伫这咱今年来方方面面个祈愿，用这个献给上帝吼，我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引带阮平安健康。你去将主耶稣收拾伫阮的中间，我想这是一个真通欢喜的日子。咱今日伫遮嘛，拢是真欢喜的应该的宴会对不吼？互咱进行咱彼此请安，咱就在结束今仔日这聚会吼。好，谢谢。